大家好，我係心心，歡迎返到嚟心心頻道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，成個世界都俾佢搞到雞飛狗走。佢一嚟就向全球開打貿易戰，狂加關稅，連傳統盟友都唔放過。之後仲提出話要將加拿大、格陵蘭納入美國版圖，語氣霸道到好似世界由佢一個話事咁。佢視國際法如無物，入侵委內瑞拉，綁架總統，盜取石油，甚至運走晒人哋國庫啲黃金。之後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，唔單止針對軍事目標，仲對醫院、學校、橋梁等民用基礎設施實施多次空襲，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。只係短短1年幾嘅時間，佢就搞到成個世界都立立亂，人心惶惶。大家有冇發現，其實一路以嚟有好多人都講緊一樣嘢，只要特朗普任期完結，新一個總統上台，美國就會自動回復正常，好似部電腦輕機咁，捱過幾年重新開機，一切都會恢復正常，理性同規則會返晒嚟，國際秩序亦會返返嚟，世界自然又會太平返晒。但係最近有美國媒體就唔同意呢種講法，佢話如果你覺得特朗普嘅出現只係一次意外，其實你係誤判咗成件事。點解會咁樣講呢？因為你忽略咗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。Trump 嘅出現並唔係系統嘅漏洞，因為佢其實係系統嘅一個產物。換句話講，就算冇特朗普，歷史都可能會度身訂造另一個類似嘅人物出嚟。點解會咁？因為特朗普唔係橫空出世，佢踩中嘅係美國社會一種好深層嘅心理，一種叫做我哋唔會輸嘅信念。呢樣嘢甚至可以講係一種全能幻覺。你睇返歷史，其實呢種心態並唔係一朝一夕形成。二戰之後，美國基本上係全球最大贏家，工業強、科技強、軍事強，兩邊有大海洋保護住本土，資源多又豐富。久而久之，就慢慢形成一種潛意識，我哋係天選之國，上帝嘅選民。冷戰時期就已經有學者講過，美國人好難接受自己會真正失敗。美國社會長期流行一種諗法，如果我哋出問題，一定唔係因為我哋錯，而係有人背叛咗我哋。內部叛徒、外部陰謀、深層政府、敵對勢力等等。你有冇發覺呢種思維模式其實好熟口面呢？喺好多美國人心目中，美國唔可能被擊敗，只可能被辜負。呢種心理其實我哋可以叫佢做全能幻覺。到咗海灣戰爭，美軍幾乎係教科書式碾壓對手。嗰一刻，美國人真係覺得自己係天下無敵。世界警察亦唔再係外號，而係身份認同。然後911發生，美國本土被襲擊，安全神話瞬間破碎。本來正常反應應該係冷靜檢討，但係當時嘅選擇係要用更大嘅軍事力量證明自己依然掌控一切。於是入侵阿富汗、伊拉克等國家。美國真係相信只要火力夠猛，就可以繼續對世界任意妄為。結果係點？大家都知道，20年兩項戰爭合計總支出超過4萬億美元。若果計入未來30年需要支付嘅退伍軍人醫療、傷殘護理、戰爭債務利息等長期費用，總成本可能高達8萬億美元。至於原來目的要消滅嘅塔利班，最後又翻晒嚟。呢種反差真係好諷刺。但係更諷刺嘅係，經歷咗咁多次挫敗，體制對總統動武權力嘅限制反而越嚟越鬆。奧巴馬上台扮謙卑，但係軍事行動繼續，科技越先進，出手越方便，遠程打擊其他弱小國家，好似打機咁。美國嘅權力機器，全球嘅霸權機制，其實冇真正停過。然後特朗普出場，如果你細心啲睇，佢其實唔係例外。佢嘅人生敘事本身就好有代表性，出身非常富裕，但係永遠強調自己白手起家，生意都有失敗過，但係永遠話自己贏，即使講錯嘢，永遠唔會認，所有錯都係其他人。
媒體搞佢，前任害佢，盟友唔爭氣，深層政府對付佢。你發現未啊？呢種語言模式其實同美國國家本身敘事幾乎係一樣。特朗普只不過將一種美國人長期存在嘅心理特質放大到極致。佢講再次偉大，潛台詞其實就係我哋本來就應該贏。但大家要知道，世界唔會永遠配合幻覺。今日唔再係單極世界，經濟多元，科技分散，地緣政治複雜。你再用電子遊戲思維去對付其他國家，繼續認為軍事壓制加經濟封鎖就可以快速搞死對方，已經唔現實啦。地理唔會因為你強大而消失，歷史仇怨唔會因為制裁而清零，民族意志更加唔會自動投降。例如伊朗，地形複雜，戰略位置關鍵，內部結構強硬，你竟然話可以速戰速勝？呢種想法本身就係一種過度自信。美國當然強大，但佢唔係唯一，只係其中之一。美伊戰爭足以證明美國絕對唔係武功蓋世，天下無敵。世界唔係美國嘅實驗室，其他國家仍唔係佈景板。所以講到最後，問題其實唔係特朗普會唔會落台，而係如果一個國家長期相信自己唔可能錯，每一次失敗都只係揾代罪羔羊，咁下一個上台嘅美國總統根本上都唔會有好大分別。喺新時代入面，如果仲係認為自己永遠都淨係贏，唔會輸，亦唔輸得。例如，就算俾伊朗炸毀咗幾多個美軍基地，打咗幾多架飛機落嚟都好，一樣當睇唔到，每一刻都仲係認為自己係贏。如果繼續只係沉迷喺呢種永遠唔會輸嘅全能幻覺入面，拒絕承認失敗，拒絕檢討自身錯誤，咁就算換10個、20個總統，結果都唔會有根本性嘅改變，因為問題從來都唔只係一個人，而係一種根深蒂固、拒絕反思嘅心態。真正需要被徹底重整嘅，唔係白宮入面坐邊個，而係整個國家對自身角色嘅理解同對現實嘅認知。當一個國家仍然活喺過去嘅榮光之中，將霸權視為理所當然，但就無視內部撕裂同外部挑戰，衰落就唔再係偶然，係必然。而美國霸權走向終結，亦只會係時間問題。對於今日嘅內容，你又點睇呢？特朗普係歷史嘅意外定係必然？歡迎大家去留言區傾下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